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主守岁的日，嘛是主守岁的安息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用欢喜甲感谢心，咱做伙来学了主，咱的主的名，阿们吗？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我感谢你。天地拢是你的，天顶地上的万美，嘛是你美好的创造。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有好的工会当来做。今仔日是你赏赐的日，阮无论伫什么所在聚会，你拢甲阮伫地。我们用娱乐、用跳舞、用祈祷来敬畏你，因为你听我，因为你听阮，我嘛听你。我们用阮的身躯，用阮的语言，搁一道来荣耀你。圣灵啊，嘛恳求你不断的来充满阮，对开始到结束，拢保守阮的心归于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耶和华早起，你要听起我的声，伫清早起。我要向你显明我的心意，搁要敬请，因为你的话安尼对阮讲。早起，我们用娱乐来感谢咱的上帝。无论是什么所在，你拢是赏赐阮平安的主。阿们吗？阿们。今日早起，咱要用无同款的敬拜方式，搁一道来娱乐咱的主，好无？咱做伙拍扑啊！搁一道来欢迎咱的主，甲咱伫地。主啊，感谢你来甲阮伫地，哈利路亚！咱早时就来学咱的上帝。透早起来，了主，透早起来，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了主，透早起来，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了主，透早起来，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了主，透早起来。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兄弟姊妹啊，你敢有甲我同款？透早起来，咱就来学咱的上帝。透早起来，咱就欢喜，上帝搁要教咱伫地啊！阿们吗？好不？咱做伙站起来，咱用舞蹈来做伙来学咱的上帝。因为上帝蛮欢喜，咱用舞蹈来敬拜伊，来学乐伊，阿们吗？阿们。咱做伙跳舞，早早起来，学乐主，做伙学乐主。
会这时阵，较看见咱的敬拜甲娱乐，拢袂赴，拢过会较时间过会赴的，好无？咱若是无徛起来的，咱搁一道徛起来，咱搁一道用咱舞蹈来娱乐咱主上帝，好无？让阮知影，咱足久拢无安尼叮当啊，无用跳舞敬拜咱的上帝，好无？就是这时阵，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透早起来，就来娱乐主，敬拜主，阿妹吗？你的话安尼来对阮讲，因为我信，无论是死，还是我，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有关联的，是悬的，是深的，还是别人所创造的，拢袂当叫阮甲上帝的听来隔离。这会听。是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无人会当客气的，所以咱得好胆来亲近主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怜悯，得到恩惠，来做咱逐时的帮助。感谢主会当将这话明明白白会来对我讲，主啊，你是何等的疼阮！主啊，我嘛希望你拢无离开阮，嘛无放松阮，因为我需要你，需要你搁一道来教阮行，牵阮的手来做伙行。我仰望你，仰望你来帮助阮，仰望你来教阮做伙。主啊，将这事交托、仰望伫你的手里，祈祷。拢是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用这首歌来回应，搁一道来唱出主要咱越头，转去
伊的怀抱内底，主搁一道希望咱转去来找伊，来亲近伊。我要甲手做伙行，经过溪水甲悬岭，有伊做我的牧者，啥物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都伊在照顾，我是放心来交托。心灵真正开朗，一路上心的祝福，祝祝满满。手做伙行，我的手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伊的问题真够野，我论家己。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把我的心的完全，爱伊对伊到永耶稣，一世人甲我陪伴，伊的疼通永远袂散，我心灵真正开朗。叫主的名，你敢搁有呼叫耶稣的名？无论是什么环境，无论是感谢还是困境，咱的主拢咧等援，咱的主拢咧응만伊的囝儿来응伊讲话，好无，兄弟姊妹，咱即时做伙来祈祷。将咱心内底的痛苦，也是欢喜的代志，咱搁一道开声来咱的主来呼求，咱搁叫咱的主的三声做来祈祷。哦，主
主啊，主啊，主啊，你的名是好，你来甘地，主啊，你的名是得着平安的名，主啊，咱不时拢来叫你的名，主，我袂当袂记得你的救恩，袂当袂记你的名，主啊，求你就是搁一道来帮助阮，来充满阮，主，阮知影，主，咱看到咱台湾的环境，咱看到咱世界的环境。拢是咱人类家己来造成的，主啊，求你搁一道怜悯我，主啊，求你搁一道莫搁生气，主啊，求你搁一道来帮助我，主啊，拄起阮心中的惊吓，主啊，将阮的惊吓搁一道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互阮知影，我有主，我有耶稣，来甲阮做伙行，我是啥物行，主啊，求你搁一道来帮助我，主，阮需要你来牵阮的手来行，主啊，主啊，搁一道来帮助我。主啊，阮搁一道将阮的性命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用双手，搁一道来扶持阮，搁一道来帮助阮。主啊，我拢是软弱的，主啊，我拢是软弱的。阮求主，你搁一道来甲阮顶的，搁一道来充满阮，充满阮。主啊，搁一道充满阮。主啊，我欢喜来甲阮行。哦，我有耶稣，我有主啊。咱搁来做伙讲，我有耶稣，我有耶稣，只是那甲我追捧，也听咱永远会说，我心里。真正快乐，一路上心的祝福，就满。咱搁一道来讲，我有耶稣，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主啊，求你一世人。讲到我知道，哦，我有耶稣，永远的好，我心里。咱搁来讲，我有耶稣，我有耶稣，只是那甲我。心来唱，我有耶稣，只是那甲我追捧，伊会听，但永远袂说，我心里真正，咱搁讲做，我需要你。耶稣，耶稣，我要你，耶稣，我需要你，耶稣，做我头一个光，做我路上的灯，人永远袂说，我心里真正快乐。主你的伫地，主啊，我心内充满平安，
充满喜乐。主啊，真感谢你，主感谢你，伫阮有困难的时阵，主阮阁有气力，咱阁会想到，阁有一位听我的耶稣，阁有一位伫天顶转能阿爸爸来帮助阮，来等阮。主，阮真感谢你，感谢你阁一道来接纳阮的敬拜甲娱乐，阮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头前，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弟大家平安。我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由从教会公告。第一小项，指挥中心虽然宣布7月27到8月初9防疫暂急降为2级，但室内只限50人。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停至8月初9拜一止，但拜三祈祷会、拜六青虫、主日台语以及华语的礼拜，咱拢会采取线顶直播聚会方式进行，敬请大家务必配合。第二小项，线顶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A. 回报各组线顶小组聚会人数。B. 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请务必帮赞囡仔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囡仔的权益。3. 虽然伫疫情期间袂当实体聚会，但请兄弟依然会当尽到做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无停止，祈祷无停止，传道无停止。行好无停止，奉献无停止。第四小点，教会鼓励兄弟利用各项方便的方式来奉献。A. 各项奉献地会当家己集中，每个月一届摕到办公室来奉献。B. 参加小组的兄弟、小组长若方便，会当协助代收还是代转。C. 兄弟奉献也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的银行口座奉献，但奉献了后，请联络办公室等配分干事，该通知奉献的项目，以便周报登录。第五小项，在疫情中求主保守咱心，赢过一切，小心提防，但无得惊吓。请大家搁较侪祈祷，搁较侪彼此相照顾，以实际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项，8月份定期中职会定伫8月初1下晡3点半伫线顶召开，敬请大家留意出席。第三点，本会设计一起相挺，又在一起。店家名单，请会友会当了解资讯。伫疫情期间，互因较侪帮赞、支持甲照顾，做伙度过难关。第四点，本会为庆祝释教70周年，举办油厂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展现甲歌曲创作展现，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到办公室来索取。第五，世界展望会举办第32届阳光30活动，继续来照顾介弱势儿童，鼓励大家做伙发挥爱心做公益，响应阳光体验甲慈善捐款，互因伫上课无断线，学习无中断。活动相关消息，请扫描 QR code。第二大点，具体消息。第一项，成人牧区伫本主日暗时8点伫线顶召开小组长会议，
敬请各位小组长准时来参加。第二项合作社消息，第一小项，社员安心加入率贷款12万块，年度利息2.4%，今日起到8月31日查止。第二项，社员在职军公告境贷款30万块，年度利息3.6%，今日开始到11月30日查止。第三小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度利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或是转贷请往合作社洽询办理。以上是这礼拜的报告。接落来讲道的时间，今日讲道的讲员是何爱金牧师，伊要分享的主题是甲上帝三拄的伯特利。咱做伙来欢迎何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来做伙共读咱今早起的经文以前，咱要先邀请咱教会圣歌队用诗歌甲咱同心敬拜。
真感动的献诗，嘛，互咱回想过去咱伫主日，咱同心敬拜的时阵，有遮尔侪的兄弟姊妹会当同心来礼拜。我相信无久的将来，咱做伙也要伫咱的礼拜堂伫遐来三甲敬拜，三甲来见面，三甲来交易。这个时阵咱要做伙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咱做伙来看这段经文。雅各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到一所在，因为日落，就伫遐休眠。对遐的石头的中间，摕一块做枕头，伫遐困。望见有腿徛伫地里，腿顶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腿里底就落。耶和华徛伫腿顶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山，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15节，我也甲你伫地，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保护你，也要带你倒来一所在，拢无放杀你。到我正对你所讲的话，雅各困醒讲：耶和华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就惊讲：这所在到遮通行。毋是别项，这是上帝的厝，是天的门。雅各早早起来，将伊做枕头的石徛做条，倒油伫顶面，将名迄所在叫伯特利。这个城本名罗斯。雅各下愿讲：上帝若甲我伫地，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安然倒来我的爸的厝，就耶和华的确做我的上帝。22节，我所徛做条的石，要做上帝的厝。既然你所赏赐我的，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互你。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后搁去行的人。有一首真古锥的囡仔的诗歌，伊的歌词安尼讲：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这首歌让咱看到一幅真水的一个图，就是一个真和谐、充满疼甲温暖的一个家庭。相信咱所有的兄弟，咱的家庭拢亲像这条歌安尼所写。这么温暖，这么得到上帝的祝福。虽然咱会当来享受这么和谐、这么温暖的家庭生活，总是伫这个电视新闻的中间，咱却有时阵会听见一寡社会新闻事件，就是兄弟姊妹中间有无拄好，有时阵甚至是为着要争这个财产分家伙，分了感觉无公平，致到这个兄弟姊妹有冤家的代志。那搁较严重，甚至搁会有人摕刀仔伫遐咧烧杀。我想这实在是真负面真无彩的代志。相信咱做父母的人，咱嘛无愿意看到讲咱的囡仔会有即款的代志发生。所以有时阵咱可能想讲，一个好好的一个真和乐的一个家庭，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代志咧？伫咱拄则所读的这个经文的中间。咱的男主角雅各，伊就是拄到这款兄弟之间的袂拄好，兄弟之间的袂合，甚至伊阁受到伊的阿兄要甲杀死的这款的威胁。想看卖一个好好的家庭，一对相生真亲的一个亲兄弟，是安怎变做安尼咧？雅各甲伊的阿兄以扫，因两人的中间，到底是出什么款的问题？是安怎
到最后雅各伊却要包互款款赶紧离开厝，离开伊的爸母，咱做伙来一探究竟。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故事一开始在描写雅各伊离开别是巴。这个离开啊，毋是有爸母兄弟姊妹伫遐整个家族用欢喜的心来甲伊祝福，甲伊欢送的即款的方式离开，毋是安尼。即种的离开是不得已的，是真凄狂的，一种离开，是一个刀闪、一个落跑的一个旅程。是安怎雅各要离开伊的爸母，甲伊自细汉到大汉成长的家庭呢？咱大先将即个镜头咱扭转去，扭较头前来看，看咱创世纪第27章的记载。对27章的记载，咱安尼看过来的时阵，有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对兄弟啊，因袂和谐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老母利百加伊偏心，其实是老母占大多数。过来咧，这个老母偏心阵拄煞伊个斗空。伊的细汉囝，就是斗空即个做小弟的，做伙来设计，将即个大囝以扫即个大囝的身份，甲伊大囝通得到的即款的祝福，拢规碗甲抛弃。无怪嘛，以扫伊的无顾念即个兄弟仔情分，伫遐避面，甚至想要甲即个小弟甲杀好死。兄弟可能会想讲不过是失去即个老爸的祝福，迄敢有遐严重？何必人家安尼兄弟啊拆破面其实无需要安尼。毋过当咱来看过去因因的历史因的即个社会的当时的一个风气的时阵，因当时古早即个东中地区的人，因拢相信一个人要过身进前，甲人祝福也好，还是甲人咒诅也好。即款的祝福也是咒诅，拢会实现。祝福咧，祝福是一个人留互子孙上好的礼物。就算讲即个查某囡仔伊要结婚啊，即个爸母互伊上好的礼物，其实毋是迄看来看去，哇，真济用袂了，用袂尽的嫁妆，毋是。其实新娘啊，上界要紧、上界重要的就是爸母互伊的祝福。迄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礼物，而且即款的祝福，才是伊一世人享受会到，阁袂败坏的即个礼物。所以对以撒来讲，伊若是要祝福以扫，伊毋是因为伊专门疼即个大囝，毋是因为伊大细心，伊要来祝福以扫，毋是安尼，乃是因为即个以扫，伊是大囝的身份，大囝头上仔囝。伊原底就是比其他的兄弟姊妹享受更较侪的特权，尤其是伫即个分财产、分家伙即方面，更加是安尼。大囝拢会当加一分，这伫《申命记》第21章15节到17节有记载。甚至到伫咱现在咱台湾人的家庭嘛是共款，咱拢有即个是大人咧分财产的时阵，拢会讲咱阁有留一份是要互大孙分的。所以毋那是伫当时伫现在，咱的台湾社会嘛是安尼。当时即个以撒，伊只不过是照传统，伊要甲即个大囝来祝福尔定。因为大囝必须爱继承老爸的产业，这对咱东方的社会来讲是一个传统。一般来讲大囝拢爱踮伫厝内，伊袂当出外。总是其他的囡仔咧，伊拢会当出去外口去拍拼，会当去外口来做事业。总是独大囝咧，就爱踮伫厝内，伊爱继承厝内一切，伊爱代替伊的老爸来管理整个家族大细项的代志。咱来看28章第10节，开始雅各伊的道闪的路。第10节，雅各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到一所在，因为日落就伫遐休眠，对遐的石头的中间摕一块做枕头伫遐困。雅各为着要闪避伊的阿兄的追杀，按算要听因爸母予伊的建议，去到哈兰，去伊的阿舅的所在。伫即个走路伫道命的即个路呢，伊经过即个所在，伊想讲伫遮暂时休一暝。听候过顿工透早，伊阁继续来赶路去因阿舅因兜。
总是伫当时的路是怎样，毋是亲像咱即马安尼哦，涂骹吼铺甲真死是点仔工哦，啊路顶面阁有路灯，当时总无，所以去的即个所在行的即个路，其实简单来讲。哦，是石头仔路，阁无电火，而且阁是一个荒郊野外。吼，虽然伫即个经文内面记载讲雅各将即个石头当做枕头，毋过若阁较正确的来讲吼，因为雅各伊所住的即个所在，毋是伫咱的厝内，毋是伫室内，是伫外口的所在，所以伊甲即个石头放伫伊头壳边啊，其实是。有一寡特别的用途，吼，有一寡功能，就是讲，若假使讲有一寡野兽，哦，一寡动物，哦，要来甲攻击的时阵，吼，枕头边的即个石头，就会当当作保护伊的一个安全的器具。所以，伫休困、伫困去的即个时间，其实是咱身体上放轻松，吼，嘛是咱身躯上野身上软正的时阵，吼。那一个平凡的人，咱想看觅。倒伫一个真平凡的一个荒郊野外，伫遐咧休困，总是一个真平凡的所在，无拍算，要成做一个影响人性命的所在。因为上帝要通过民望，主动要来雅各来显现。咱继续看12节到15节，梦中有腿徛伫地面，腿顶拄天，有上帝使者伫腿里底就落，摇花徛伫腿顶讲。我是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山，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你着福气。我也甲你伫地，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保护你，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拢无放下你，甲我对你所讲的。所以听下这，咱检的就是讲，这是因为雅各伊日有所思，所以才会夜有所梦。其实啊，雅各伊知影，伊过去，伊进前用欺骗的方式得到因老爸的祝福。其实伊的心内啊，是来讲是无平安。伊嘛会怀疑讲，到底上帝是毋是真正会将这种的祝福来赏赐予伊？因为伊得到这款对老爸来的祝福，毋是光明正大。毋是老爸原底就要予伊的，伊是用欺骗的方式，所以这种欺骗的方式，上帝敢会听？上帝敢要成就这款的祝福咧？咱整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伫雅各暗时啊，伫休困的时阵，雅各伫暗时休困的时阵，突然间伊梦见有一支腿徛伫对面，腿顶拄天，而且。有上帝使者伫遐就路往来，这个表示雅各所望到的这个腿啊，真无共款。这个腿会当将天甲地连做一伙，变做这个腿真做相平的一个桥梁。这个腿的目的就是要互上帝的使者就路起哩个落来。安尼做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啊？安尼做有2项特别意思。头一个意思就是讲，就去的使者是将雅各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带到上帝面前，就雅各的需要，甲上帝讲。安尼落来的使者呢？落来的使者是将上帝的帮助来带予雅各。第二，就去的使者伊要完成保护雅各。伊伫迦南这个所在的任务啊，到一个结束啊，就去啊。总是要落来的使者咧，伊要伫赫南甲以撒个地底，这个使者要保护、要固守啊，这个雅各到伫赫南。就路的使者，因2个合起来，其实就是咧表明雅各无论去到任何所在，拢有耶和华上帝的保护。所以伫这个13节甲14节的所在。雅各伊看见耶和华上帝，就徛伫伊的身躯边的，而且佫对伊讲出早前上帝捌对伊的祖先，对亚伯拉罕、对以撒所讲的应允，就是讲啊，以后伊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尼啊多，而且佫要享受真阔极阔的土地来成做，成做一个真大的一个国家。
虽然当时的雅各，伊当时不过是一个罗汉脚啊，总是上帝却对伊讲着伊的好话，讲着未来的代志，这就是咧甲伊暗示，伊即届伊离开伊的厝，离开伊的爸母，伊去到伊阿舅迄个所在，会得到顺遂，会娶着某，毋若娶着某，阁会得到济济的子孙。而且咱看到一句上帝将来毋捌对亚伯拉罕甲以撒所讲的话，就是遮记载，伊讲因的后裔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发展的意思是表示会当搬过，会当超越一切的困难的意思。伊袂阁受到什么款的阻碍。耶和华上帝徛在甲雅各讲话，这嘛是真重要。这是表示讲，耶和华上帝伊是亲身哦，耶和华上帝亲身真直接就甲雅各讲话。上帝并不是通过讲伊的使者来传达，这是表明上帝讲这个话是上帝对雅各讲，这真要紧。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互雅各伊的阿公亚伯拉罕，甲伊的老爸以撒应允，毋是到伊遮就结束啊。乃是安那，乃是要继续刷伫雅各的身躯顶。这个意思已经足清楚啊。雅各就是未来要继承亚伯拉罕甲以撒的这个接班人。哦，虽然雅各伊是用假冒，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夺取这个因阿兄以扫大囝的身份，不过较要紧的是，雅各伊确实就是上帝亲自所要竞选的人，所以啊，上帝才会出现伫伊的身躯边，而且佫对伊讲起一个应允的代志。上帝毋是根据讲咱人有啥物款的身份，有啥物款的地位，伊的身份哇真悬，伊有真好的地位啊，伊真好囝啊，伊学问真饱。上帝较来竞选一款的人，毋是上帝是用伊拯救的计划，上帝竞选伊家己所要用的工人，所要使用的萝卜。伫整个的竞选的过程的中间，上帝除了恩赐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应允以外，更较要紧的是伫15节对雅各所讲的话。15节伊讲：我也甲你伫地，无论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保护你，也要带你倒来这所在，拢无放杀你，到我正对你所讲的。其实这句话已经真明显整个竞选主要的内容，就是上帝互雅各坚定的应允，包括上帝要甲这个雅各伫地，上帝要做雅各的保护，上帝嘛应允伊以后通倒去伊家己的故乡。过来，咱要看16节到19节。雅各困醒讲：耶和华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就惊讲，这所在到遮通行，毋是别项，这是上帝的厝，这是天的门。所以雅各早早起来，将伊做枕头的石徛做条，倒游伫顶面，就名迄个所在叫伯特利，这个城本名罗斯。原本咧走路的雅各，伊休困伫一个平凡所在，却因为雅各伫迷茫的中间，甲上帝相拄，互伊感觉叫伊倒伫遐过暝的即块地，无过是一个平凡的所在，无过是一个荒郊的野外，这个所在是上帝的厝，是上帝天的门。咱看。雅各讲一句话，讲了一句真有意思的话。伊讲：耶和华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这句话咱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感觉无啥物，总是伊这句话却表达出咱基督教上界重要的信仰认知之一，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有三个特性，就是无所不能、无所毋知、无所不能。
雅各伊根本就毋知影讲，哇！上帝既然会出现伫伊要去即个赫兰的旅途中间，而且是伫伊的人生中上感凄惨，是伫迄个走路的时阵，伊甲上帝相拄，互伊感觉真戆遐的。伊会感觉讲，这甲伊过去的认知无共款。上帝就是踮伫伊的爸的家的迄个上帝嘛。伊伫老爸厝，伫遐咧学习所认捌的上帝；伫伊的老爸厝，伫遐认捌，伫遐敬拜上帝。总是即个伊所认知的即个上帝。哎哟，今仔日看变做要甲伊做伙行。即个上帝即马要对伊要去到底，上帝就对伊去到底。无论伊去什么所在，上帝拢要甲伊相甲行。这实在是超过伊的想象。伊嘛毋捌经历到即款的状况，所以这对伊伫咧烦恼，伊要怎样来得闪伊阿兄的追杀的即个雅各，对伊的性命来讲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意义。因为上帝甲伊相甲伫地，这表示什么？表示伊以后拢毋免惊遐，伊嘛免烦恼讲伊一个人伊真孤单，伊也毋免伫遐惊讲，哎哟，我的阿兄。我会派人来甲我追杀无？伊毋免烦恼这。为着要来纪念即个真特别的即个性命的经历，雅各就将伊休困的即个所在，伊就设立这段来纪念。即个所在，落尾嘛成做以色列民族看做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城市，就是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厝。上帝的殿，雅各伊对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款式，伊清早起来做3项代志。第一项，伊将伊的枕头的即个石来甲伊做条；第二，伊将即个油倒伫即个条啊，即个石的顶面；第三，佮将即个所在来号一个名，叫做伯特利。将当作枕头的即个石，甲徛起来做条，其实伊有2项的功效。头一个就是咧提醒家己上帝捌伫即个所在来伊来显现，这就表示讲，即个所在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是上帝来到伊的面前的一个所在，所以即个条有特别一个纪念的功能。第二，当即个约书亚伊代表上帝甲以色列人伫立约的时阵，伊嘛是将一块大石头徛伫迄个双手骹，伫即个耶和华圣所的边啊，这记载伫约书亚记24章的26节。所以真做证人来证明讲因真正有听见耶和华所吩咐这一切话。雅各将即个石徛做条，其实嘛是咧见证上帝捌伫即个所在来伊显现，毋若显现，搁互伊应允，搁甲伊祝福。上帝的确就照伊的话去行，所以将石徛做条，即个雅各伫遮设立即个祭坛来敬拜上帝，来纪念伊甲上帝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关系。这种的方式嘛是传承因为阿公阿伯拉罕的款式，就是讲阿伯拉罕伊离开故乡去到哈兰，去到示剑摩利即个附近的时阵，伊嘛是同款，伊嘛是伫遐设立祭坛，因为伫即个所在，上帝有甲伊安那甲伊显现。创世纪12章第7节，所以了后，伊就继续行到伫即个雅各伊所休困的即个所在，伯特利即个所在，较挖近即个爱所在。阿伯拉罕伊设立即个祭坛敬拜上帝，这互咱看到，无论是阿伯拉罕也好，是伊的子孙即个雅各也好，因拢知影，就是讲每一个时刻。伫每一个所在，拢会当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都要亲像阿伯拉罕，都要亲像雅各这款的信仰的认知，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咱拢爱会记得爱敬拜上帝。毋是讲咱离开咱家己的厝，
咱就离开咱家己的教会咱就免去敬拜上帝反正我也无熟，对毋对？嘿啊，内边的人嘛无熟，所在佫新新嘿啊，拢无啥真清楚，所以咱毋免去迄个所在，毋是？离开咱的厝，咱去到别位，咱嘛是敬拜上帝。离开咱家己所徛起的家，咱嘛毋通袂去进，咱嘛爱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因进入到迦南地了后，上帝就无容允因继续用这个石来徛做条，免得因学习这个迦南人，因将这个条当做这个神像伫遐咧拜。所以19节咱看，19节伊讲就名迄所在叫别特利，这个城本名罗斯。罗斯伊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逃险的所在。所以真符合当时雅各伊咧逃险的这款的情景。别特利的意思咧，别特利的意思是上帝的殿、上帝的厝，这是上帝显现的时个所在。咱继续来看20节到22节。雅各下愿讲：上帝若甲我伫地，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搁互我有面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安然倒来我的爸的厝，就耶和华的确做我的上帝。我所徛做条的石，要做我上帝的厝。既然你所赏赐我的，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予你。这是旧约内面上长的一个誓愿吼。雅各伊提出5个方面的愿望，头一个愿望，伊愿望上帝甲伊三角伫地，上帝甲伊做伙，伊去到地，上帝拢甲伊做伙。第二，伊愿望上帝一路来保护伊，一路上不管去到什么所在，伊行关山，过辽过溪，上帝拢一路保护伊的平安，保护伊的安全。第三，就是咱生活所需要的，伊要伫伊的路途顶面，因毋望上帝会当供应伊一切的需要，不管讲是食穿，伫所需要的顶面，毋望上帝会当安那来固守帮助伊，提供伊。第四，佮要互伊通平安转去到伊老爸厝。伊即马是咧逃险，伊即马是咧走路，总是有一天，伊爱上帝带领伊，佮重新倒转去伊父母的家。最后第五项的愿望，就是伊愿望耶和华正做伊的上帝。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愿望。意思就是讲，雅各伊要爱这位真真正正的上帝，伫大时大刻拢甲伊伫地。雅各伊也行愿安尼讲：上帝，你若假使讲你满足我，你听我的恳求，你将遮尔啊侪物件来赏赐予我，我就要来献10分的1分真做奉献，要来献予你。安尼听起来是毋是雅各你甲上帝咧画拍拉克？你予我啥，我就予你啥。毋是安尼哦。伊的誓愿，毋是求上帝实现伊的这个应允哦。这个誓愿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各伊要伫上帝的面前，伊要将伊家己的主权交予迄个伊无法度去操控、伊无法度去掌握的这个上帝。伊决心，伊要互上帝来带领伊的未来。伊无要搁照伊过去伊家己，伊安那来想尽办法来拍算伊家己的未来。无，这个意思就是对他开始，伊要专心来仰望，来求上帝带领伊头前的路。所以，伊愿望会到照上帝所应允的来行。伫遮咱看见雅各，伊踏出伊信心的第一步。所听的姊妹，咱的生活是毋是还阁活伫迄个旧的路，活伫迄个路斯迄个所在？还是讲咱的性命，咱已经甲主三度进入到上帝，咱甲上帝会当同在的迄个别特利即个所在？过去雅各伊讲，耶和华伫遮，我竟然毋知。所听的姊妹，那呢，咱敢知影？耶和华现在真正就伫咱遮，
就伫咱的身躯边。兄姊妹，你敢知影？当咱摆设咱敬拜这段时阵，上帝就伫咱的中间，上帝就甲咱做伙。咱敢愿意互上帝来牵咱来行一生的路途？过去，一个用欺骗伫遐设计阿兄的这个雅各，上帝都愿意互伊有改变的机会啊！今仔日上帝嘛要对咱所有兄弟讲，咱就要去杀迄个路斯，咱爱去杀迄个旧的迄个所在，咱爱进入到上帝甲咱同在，咱甲上帝三度的迄个逼地里。这个时阵，咱同心来敬拜，咱来吟望主听堂，手牵你。咱的人生需要上帝来引带，咱的人生需要甲上帝三度。望主牵咱来行人生的道路，咱做伙来吟望主听堂，手牵你。同心来祈祷，把你的性命交予主。无论你是伫迄个困苦的中间，就算讲是伫走路的中间，上帝也无弃杀雅各，同款上帝也要来引带带领咱，将你的性命交予主，将你的性命交予主。咱毋能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嘛爱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为着咱的疫情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台湾的疫情会当受到真好的控制。咱为着咱有够野的这个疫苗会当来注射，咱来祈祷特别已经注射的咱的兄弟姊妹、咱的百姓，愿所做的这个声的这个药品进入到咱的身躯顶的时阵，会当发挥极大的功效，互咱的身体会当产生这个免疫的这个效果，来成做真好的一个抵抗。咱做伙为着咱台湾祈祷，为着咱附近的国家。缅甸、香港因的这个民主会当得到自由来祈祷，为着咱附近东南亚、印尼、印度日本、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咱嘛为着这个国家来守望因现在嘛真严重，总是咱唔通因为咱较好过，
咱就袂记日咱的厝边特别日本即马在举行即个东京的奥运，所以咱嘛爱为着有真济的选手伫遐有确定已经犯着即个肺炎咱求主来施恩来帮赞。嘛，鼓手咱台湾所有的选手，咱做伙来祈祷，掌声来祈祷。主，恳求你施恩鼓手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主，互阮的性命会当完全受你来掌管。阮要将阮的主权交予主，阮毋若为着阮个人的性命来献上祈祷。主啊，阮要甲你三赌伫迄个决定的所在。过去阮的性命活伫迄个路途，总是主。我恳求你帮赞，我要亲像雅各的性命共款，主啊，要甲你三赌，要因为你所赏赐予伊的祝福，主啊，伊就重新回头来悔改，重新踏出信仰的脚步。主，愿你来帮赞，特别我若将阮的台湾来摆咧上帝手中，伫这个疫情渐渐在缓和的过程中间，阮需要主你继续保守。虽讲即马已经感觉2级的程度，总是主，阮阁需要你极大的稳定。主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确诊的人数，主啊，互阮完全归零，互阮完全归零。主啊，无阁有任何百姓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压力。主啊，恳求你施你的大恩，施你的大怜悯伫台湾，也你的怜悯也要临到伫阮附近的国家，无论是印尼、印度、日本、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主啊，你的医治也要临到伫迄个所在。主啊，恳求你来帮赞，互因的国家，互因的执政掌权者有超命地位，互因的疫情会当得到完全的头发。主，恳求你伫这个所在超过，我也要将东京的奥运来摆咧伫主你的手中。虽然有侪国家的运动选手，因已经患着这种的肺炎的病症，总是主你使用日本，主啊，互因来真侪正国家的祝福，通过因的医疗，通过因的设备，通过因的药品，来真侪国家的帮赞，将香港、将缅甸因的民主交托福主，愿主来恢复，愿主来带领。咱继续也为着咱教会今年度的成长目标，咱来祈祷；时常为着咱属灵的家来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各项的外展的事工来祈祷。咱紧紧就要来恢复咱的实体的礼拜，相信伫无久的将来。咱嘛要继续伫咱外展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继续伫遐咧效力。所以咱嘛要为着咱所有的团队继续来祈祷。最后，咱嘛为着咱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同心来祈祷。无论伊是开刀了后得疗养的，是生产了后得复原的，或者是讲伫癌症的过程中间，伫遐接受治疗的。咱嘛爱为着这兄弟姊妹来守望，特别年长的兄弟姊妹，有可能是行动不便的这长辈，咱所知影的，咱嘛为着因来提名，特别伫咱的名单的顶面，有这样侪兄弟姊妹，咱做伙用祈祷，将伊带到上帝面前，咱齐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祝愿将阮侪兄弟姊妹辛苦有欠安的心灵有软弱的兄弟姊妹，主要传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要恳求你施恩啦，恳求你怜悯啦，你来讨报，主要将这兄弟姊妹身体有软弱的，主啊，你怎样来使用早前你伫这个你所看到这困苦流离破病的人的中间，你怎样来行你极大的神迹？主啊，照常你也要将这个神迹来临到伫最兄弟姊妹身躯顶，除去伊心内重担，主啊，你替因排因心中的重担，你医治因的肉体，互因的灵魂体对主的面前重新一摆得到恢复。主啊，我要将我所知影、所唔知影的兄弟姊妹，拢摆咧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你来引带伊、施恩伫伊，也将阮教会阮各项所咧推展的这个外展的事工来摆咧伫上帝手中。主啊，虽然阮的礼拜暂时无法度做伙礼拜，无法度实体礼拜，总是阮要传福音的心，主无改变。主你坚强阮的心，壮阮的胆，互阮时常为了教会所推展这户外的福音事工，
来祈祷来守望。我也为着阮属灵的家，阮的油厂教会来献上祈祷。阮今年度阮的成长的目标，主你知。虽讲拄着疫情，总是这无法度打击阮。主互阮恢复阮的身体礼拜的时阵，主啊，阮就欢喜伫上帝你的面前。主啊，阮就要来同心敬拜。主啊，阮就要来彼此相近。阮要带着阮的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恳求你是阮引传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陪目求叫主的名，陪目求叫主的名，陪明白伊的听，你敢知影主听伊，好那亲像老爸听囝伊，陪目求叫主的名，陪明白伊的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你，望主听通笑看你。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先伤你，望主听通笑看你。大家来念受上帝祝福，阮将你交伫上帝慈悲全能的圣手。愿上帝是阮祝福的你，特别伫困苦艰难的中间，主你看见，你听见，阮要求叫你的名，阮要体会，阮要经历上帝的听。主伫阮的中间，兄弟姊妹有失落平安，心内有野性相悲的，望你扶持，望你固守，望你看阮每一人的手。阮伫主的面前，搁一摆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上帝平安，跟咱每一人三个地带。上帝祝福也要临到你，甲你的家庭，祝大家平安。